天在我们现场就座的两位老艺术家，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一位是87岁高龄的徐玉兰老师，一位是83岁高龄的王文娟老师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艺术家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么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，我们也觉得《红楼梦》它的今天的影响不仅仅只是由老一辈人完成的，在50年当中，确实有几代人都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先后将有好几组不同时期的宝黛的扮演者先后登场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陈颖和华一清上场，有请。好，这也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，由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两位越剧演员。没错没错，都非常的漂亮。陈颖，著名副派花旦，我们大家熟悉的是她扮演的祝英台、刘兰芝等形象，但其实陈颖出道时却是以贾宝玉而闻名。她是上海越剧院在文革后培养的第一代小宝玉。陈颖当年的一位主要搭档就是华一清，如今她是优秀的原派花旦，而20世纪80年代初，容貌秀丽、身形纤弱的她，正是以其的青春本色，成为新一代林妹妹的扮演者。陈颖的眼睛特别大呀，一上来忽闪忽闪的。是。其实陈颖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祝英台，对。但是特别的奇怪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陈颖是先后演过的角色最多的一个演员。演过哪几个？先是贾宝玉，然后是紫娟，再是薛宝钗，还有史湘云、晴雯，天哪，还有灵官6个角色。对，就差演老太太了是吧？以后反串的话可以反串一下。哎，怎么会演了6个角色？跟我们说说跟《红楼梦》的渊源。对，一开始其实我是学花旦的，花旦，然后就是怎么就演贾宝玉了呢？就文革以后，我是九金姑娘，小九金嘛，那个时候比较出名一点。那当时一开始就放《红楼梦》了嘛，对《红楼梦》就是特别迷恋，而且特别迷恋徐老师的唱腔，那就是也没领导安排，就是自学的，其实是自学徐派。对，就拿着录音机啊。后来有电影看，我就天天到电影院去看，然后就是自学的，跟大多数的那个观众一样。后来院里因为那个时候要排《红楼梦》，就是自然而然就。因为我们那个拉主胡的陈军老师，现在是我们的那个唱腔设计，当时他是我们学馆那个主胡老师，我天天那个时候拉着他帮我练徐派的唱腔，他就推荐说，陈颖唱徐派唱得很好的，那个花旦可以唱小声啊，对啊，那我自己喜欢呢，那个时候。就是后来领导说，那就让他演贾宝玉吧，就是这样，跟《红楼梦》贾宝玉非常有缘呢。陈颖，听说您跟这个徐月兰老师还有一段缘分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10岁进学馆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徐老师还是靠边的。就是我们小的时候，他们帮我们盖被子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生病啦，徐老师还陪我们去看毛病什么的。那个时候他不教你们业务，管你们生活。对，就像妈妈一样管我们生活的。后来我看了他们的那个《红楼梦》电影，一下子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宝哥哥就是平时就是一直照顾我们喜剧生活的那个徐玉兰老师，一下子就是很有崇敬的那种感觉。这个由花旦改过来的演宝哥哥的这么一个演员，徐老师对他当时满意吗？因为那个时光他是我们叫他小宝妞嘛，对吧？他原来是演花旦，演过哭东记了什么，后来他演小宝妞嘛，我们去辅导他们了，我觉得这个小宝妞还是不错的了演的。后来不知道怎么他又唱花旦了，我当时我心里不太高兴，我说你这个宝妞唱得蛮好，又改花旦的，还舍不得是吧？还是那个时光也是不错的，还有蛮有灵性的。陈颖这一辈11、12岁就进入上海越剧学馆的学生，是徐玉兰看着长大的。虽然在文革中不能教学传艺，
但日常生活中的相濡以沫却培养了师生间深厚的感情。1980年，当这一批学生毕业进入上海越剧院，也正赶上《红楼梦》恢复重演的机会。能够重新找到宝哥哥和林妹妹的接班人，徐玉兰和王文娟2位艺术家格外欣喜。他们一朝一夕地将自己的表演心得、身段动作传授给这些年轻人。1981年拍摄的这个专题片，记录了当时新一代小红楼复排《红楼梦》的珍贵片段。老导演吴承亲自出马，细心点拨。其他的幕后班底，从唱腔设计到舞美设计，都由当年首演版的老前辈担纲。而徐玉兰、王文娟2位也一直为小红楼保驾护航。因为那个时候徐老师真的是，我其实特别感动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招一式，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唱腔那样教我的，所以我改花旦，所以老师有点你也觉得遗憾，老师也觉得遗憾，是不是？对呀对呀。哎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乎一直演出到后来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很瘦小的，要穿那个棉背心男装撑一下，对。那个时候又不懂得保养什么的，那后来就生病了，生了一场很大的病，那么后来领导就叫我转花旦，所以说我就又改回原来的那个演花旦。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反串一下，唱回小生。对对对。其实真的，他们作为文革后咱上海越剧院培养的又一代的这个宝带组合，观众对他们都特别期待，也特别宽容。哎，网友，你看后面，咱们这个舞台背景上的，对，就这张黑白照片，哎，黑白照片，这就是陈颖，你看看这双眼睛。这是在哪里拍的？这是在86年， 86年就是到法国去演出的时候，巴黎秋季艺术节的那个时候拍的一张照片。对对对，对，我们86年到法国去演出的时候，张贴在法国街头。对对对，我们去法国6个城市，每到一个城市，我们车子开过去啊，都是我那张广告画。当初人家都说，哎呀，陈颖啊，你在法国那个街头站岗放哨。大眼睛的宝玉，刚才说了，网友是在法国的街头到处都是。你猜陈颖怎么着？愣是从法国回来，偷偷的把这个海报给偷了回来啊！这个海报是从法国偷回来的，不是这张，不是这张。来，请工作人员把这海报拿上来。来，也不是偷还真有啊！好，哎呦，大家看一下，大眼睛的宝玉，关键这张海报特别的有光彩。是。那个时候我们演出完的时候，我想，哎，这张海报蛮好看的。对，这是80几年这样。86年，哎呦，对22年了。对呀，后来我就叫我一个老师，我说我很想要这张海报画，你帮我去拿一下，我就跟着他一块跑到前台去，因为高嘛，也踩在人家那个桌子上面，正好桌子旁边有一个烟灰缸，正好一拿下来，那个烟灰缸也把人家打碎了。那个时候法国的那个剧场的人看着我，我想没关系，反正人家看看是我的脸，我拿这张画，他也没做声，我就把它拿回来，不是偷是拿。这个法国街头都是大眼睛的宝哥哥啊，有宝哥哥一定就有林妹妹。你们俩是一块儿去的吗？对对对，一块儿去的。我记得好像这个陈颖应该刚刚说，小时候从小就开始这个对越剧迷恋，开始学戏。华一清呢？我是17岁的。那年考进越剧院学馆，就是陈颖这批他们毕业以后，刚毕业，我就作为他们的随团学员考进他。就之前没学过，在普通中学。对，在普通的高中读书。那严格的说，华一清属于半路出家了。是半路出家。其实从戏曲这个概念当中，我们觉得应该从10岁以下才能算童子功，是吧？啊，要说起来，从艺道路上，陈颖应该比华一清资历要老，要大。对。华一清呢，他是因为是属于插班，属于跟团进班半路出家。小妹妹。对，我相信在艺术道路上，
没准陈颖也是华一清的一个小老师啊。对对对，是吗？对，小老师啊，真的，这一点我特别的感动。那时候呢，他们因为已经学了7年了嘛，那时候我呢是真是一点的，只是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懂。那时候我演林黛玉的时候，陈颖有一段是演紫娟，她帮我配戏的时候，她从来不抢我的戏，我一下来她就教我，你应该这个应该走到什么地方，应该是到底了，再出去了，光也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动作也不好看了。他会每个动作基本上他都会给我指点，他从来不抢我的戏，我觉得真的心里特别的感动。因为林黛玉和紫娟的戏特别的多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他给我的帮助特别大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最清楚，我跟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互相那个也有竞争的，但是他是后来的，因为我对《红楼梦》是比较就是演过以后，对人物什么都比较了解，更熟悉一些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就在他排练完了，我们就走回他家，那个路程是蛮长的，就我们边说边聊，到他家有的时候我就蹭一顿晚饭吃好了，我再坐71路，那个时候你记得吧？对，坐71路再回家的。我们那时候配合的特别的默契，因为我们那贾宝玉他也演过，我知道他的举手投足，我知道他下面一个肯定是什么样的。我们特别的默契，因为平时我们也经常的聊啊。其实我们过去在一起，除了聊戏，别的没什么好聊的，真的呀。我们特别认真，特别单纯。1986年，华一清参加全国性的青年越剧演员大奖赛，就挑选了《红楼梦》中的唱段，凭借出色的表现，一举夺当年的2等奖。来帮你秉烛共担心，谁知道受了丫头演技灵，伤了你永远的闭门羹，偏向我默默凄凉的院门。遍体生儿梨花径，那一日你梦着独不离人，今日又必自杀彼此80命。我特别想问问那个王老师，当初对于华一清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因为文革后的这又一代林妹妹，对。他非常年轻，我感觉中间他还不太懂事的样子。我给他那个辅导嘛，觉得他演林黛玉的还比较适合的，因为他不太讲话啊，很年轻，当时演的了还可以的，也不容易啊，文稿演得还不错的。谢谢。哎呦，这个我们要鼓励鼓励，对不对？鼓励。其实我能感受得到，2位年轻一代的演员在我们大师级的艺术家面前，这种些许的紧张、放不开和拘谨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在文化、在艺术面前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虔诚的心态，尊重艺术，才能够搞好艺术。过去席老师和王文老师，他们演出的频率要比我们多得多，就是他们特别的红，文革以后，所以他们还能抽空来帮我们排戏，这我们非常的感动。就这种艺术上的传帮带。对，以前我记得，反正徐王老师他们演了好多戏吧，像《西园记》啊、《孟丽君》啊，反正他们后来演出的戏，你记得吧？我们还到那个人民大舞台那个灯光旁边，因为那个时候排队买票子的人根本是买不到的，那我们根本也没法坐在台下面看，只能站在灯光旁边。对，我们基本上老师因为演出特别的多嘛，我们基本上每场演出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旁边的侧幕，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我们就看。而且现在回想起来，你记得吧？我们一直在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到法国去啊，真的是运气真的是非常好。那我觉得也是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那个给了我们一个机遇，也是老前辈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经典人物给我们的一个机会。确实啊，在他们那个年代当中，大家记住的其实还不仅仅是这2位。今天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神秘嘉宾啊，我们先看一段他的 VTR，然后让我们一块儿来回味一下。天上雕像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堂
们今天也把他请来了，欢迎他。好，掌声有请。有请朱雪莲，有请。朱雪莲曾经是许多观众喜爱的一位小宝玉，但在20世纪80年代，朱雪莲却淡出了粤剧舞台。这位宝哥哥当年为何要离去？如今他是否别来无恙？84版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只拍了2集，拍完这2集以后，观众就找不着朱雪莲了。朱雪莲告诉我们干什么去了？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了粤剧舞台？其实没有离开粤剧舞台，我其实真的是在粤剧舞台上还是在演出。其实主要的精力呢，去带我的学生。当时我们粤剧院招收了2批学生。因为需要加强师资力量，所以院领导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。我到戏校带同学。自己有没有后悔过？演员都有习惯的本能。那肯定后悔。后悔？当然后悔。作为演员，可能是把最闪光的一面、最亮丽的一面展现在舞台，展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。你说，当时的我怎么会不后悔呢？肯定是后悔。但是粤剧真的是要有人去传承，我就心甘情愿做一个传承者，是这样的想法。1986年，这2集《红楼梦》进行了试演期的播出。尽管拍摄了这2集就无疾而终，但当年几位主演的青春朝气却让很多观众怀念。当年拍摄的幕后花絮，在今天看来也十分有趣。虽然技术条件很落后，但却看得出剧组上下精益求精。对待《红楼梦》这部名著，他们有着严谨的艺术态度。其实那个时候的戏曲电视剧只拍了2集，对。但是到今天的观众依然念念不忘。是，当时收到观众来信太多了，不亚于现在的就是红楼选秀，每天收到的那个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沓。应该我和朱雪莲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家喻户晓吧。你看中间坐着的是林黛玉、华一清，两边2位宝哥哥陈颖、朱雪莲。并且都是上海粤剧院那会儿叫学馆的同学，学馆同学。我们不能说同行都是相亲的，但是你想想，都是学馆的同学，2位又都是演的宝哥哥，有没有或多或少的一种排斥和竞争？我觉得在我们这一批同学里面没有这种好像勾心斗角的那种，没有。3位同时拿起话筒说没有，是的，尤其是华一清特别想说，来，2位宝哥哥，请打住，咱们听听林妹妹怎么说。真的没有，我觉得他们2个人都是真是一辈的同学，都是真的是从小时候10岁就在一起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就像姐妹一样。他们给了我做了很大的一个榜样，所以我们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。谁做你的宝哥哥都可以，真的很要好的，真是很要好的。我觉得华一清这个话，我相信是真的，因为去法国的时候是跟陈颖，拍电视剧的时候他是跟朱雪莲。在日本的时候，在日本演出的时候，我们俩也是搭档。我演紫娟那个时候。由年轻一代出演的《红楼梦》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出访海外，所到之处赢得了极高的赞誉。这些鲜花和掌声，既是对年轻粤剧演员的青春活力的赞美，也是对中国传统舞台艺术典雅和谐的整体实力的最高认可。第3场读西厢，一开幕，音乐刚响。一开幕景一出来，下面哗鼓掌，鼓什么？鼓这个景，美啊！下面一声惊喜，鼓掌在这下面，这说明他这个舞美啊，他的服装也美，他的景也美。既然你帮一个艺术品给外国人看，那么你所有一切都必须是跟人统一的，东方的名著的，那个精华名著的精华，艺术精华，都同样的建筑的
一个是舞台的精华，一个是建筑的精华，生活里的精华。尽管现在这3位曾经的宝哥哥和林妹妹都在《红楼梦》之外有了另外一片自己的艺术世界，如今的华一清的原派唱腔，陈颖的复派唱腔都更为观众们熟悉，但曾经伴随着《红楼梦》排演的成长经历，却成为他们艺术道路上难忘而至关重要的阶段。每一个时期的演员演《红楼梦》，其实也在圆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艺术人生之梦。再一次祝福他们